教宗方濟各喺2013年3月13日當選為羅馬天主教會第266任教宗。佢係首位耶穌會會士教宗，首位嚟自拉丁美洲嘅教宗。Solo se accogliamo l'amore di Dio, potremo dare qualcosa di nuovo al mondo. 教宗方濟各1936年出生於阿根廷，喺1998年獲任命為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，2001年獲任命為阿根廷樞機。教宗方濟各喺在任期間推動跨宗教對話，同埋喺促進世界和平方面不遺餘力。佢決心改革教廷，當中包括由女性參與決策層。於2023年9月訪問蒙古國，此行亦都讓梵中關係受到關注。教宗方濟各頒布2025年禧年詔書，望德不叫人蒙羞，並喺2024年12月24日開啟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聖門，以象徵開啟2025禧年。佢敦促教友要喺禧年期間，讓失望嘅人重燃希望，讓每個人都成為希望的朝聖者。Ciascuno di noi può entrare nel mistero di questo annuncio di grazia. Questa è la notte in cui la porta della speranza si è spalancata sul mondo. Questa è la notte in cui Dio dice a ciascuno: c'è speranza anche per te. 方濟各嘅原名豪爾克馬利奧貝爾格里奧。1936年12月，貝爾格里奧出生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，父母係意大利裔嘅移民。喺進入神學院之前，佢曾經做過保鏢、清潔工同食品加工公司嘅技術員。1958年，佢加入咗天主教會，最主要嘅男修會之一耶穌會。由於學術係耶穌會嘅核心，年輕嘅貝爾格里奧學習咗人文學科、哲學同神學。1969年12月，貝爾格里奧晉鐸為神父。1992年，貝爾格里奧成為咗天主教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輔理主教。1998年被委任為總主教。2001年更成為咗樞機主教。喺2013年2月，教宗本篤16世宣布因身體原因退位。3月12日，115位樞機主教參加秘密會議。貝爾格里奧被選為第266任教宗，名號方濟各。方濟各經常被全球媒體描繪為進步嘅教宗。佢係貧窮人群、環境議題同原住民權益嘅擁護者，並且為天主教徒同非天主教徒嘅團體作出咗好多努力。佢喺任內推動咗天主教會嘅改革。佢試圖使傳統嘅羅馬天主教會更具包容性。教宗方濟各一直活躍喺國際舞台。
教宗喺造訪里約熱內盧期間，300萬人喺科帕卡巴納海灘迎接佢。佢亦都曾經喺耶路撒冷舊城西牆祈禱。約有600萬人參與佢喺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嘅彌撒。佢亦都係首位喺美國國會發言嘅教宗。喺2017年5月，方濟各喺梵蒂岡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。佢喺訪問剛果民主共和國嘅時候，呼籲終止暴力。2013年11月，佢會見咗喺以色列關押嘅巴勒斯坦囚犯，以及遭到哈馬斯挾持人質嘅家屬。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，方濟各3次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。教宗方濟各喺2025年新年呼籲中，堅定承諾促進對人性尊嚴嘅尊重。梵蒂岡宣布，教宗方濟各喺復活節之後嘅星期一去世，享年88歲。方濟各此前曾經因為呼吸道感染住院。喺復活主日，方濟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佢坐住輪椅喺聖伯多祿大殿陽台會見信眾。此前，教宗方濟各曾透露自己嘅計劃，死後安葬喺距離梵蒂岡將近5公里外嘅聖母大殿，以此嚟表示自己對聖母瑪利亞嘅虔誠。佢亦都係自1669年以嚟首位安葬喺聖母大殿嘅教宗，打破咗以往教宗會安葬喺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地下墓室嘅悠久傳統。教宗方濟各，我哋感謝你。